还记得四方馆吗？那些士子天天雄辩，很多都会写成策论，有些优秀之作会送到宫里来。可是遇上函谷关战事，军情紧急，这些策论都放在那儿蒙尘了。你若无事，可以去替寡人看看这些策论，挑选分解。而且这些策论诸子百家俱有，五花八门的理论相互攻击，倒可让你增长见识，辨别蛊惑之言。真的？寡人何时骗过你？芈月多谢老伯。为何要谢老伯？周有太任，善教文王，可谓良母；亦有一将辅佐武王，可谓贤妇。月儿不才，月小先贤，为夫君分忧，也为将来教导继儿，增长见识。既然丫头喜欢，就这么定了。那此刻，我再为大王吹上一曲。好。开始吧。卷好了，把它挂上去。是。以天为法，为方以举。这是姑苏唐记的策论，属于墨家。把它分开放。是。哦，这位校尉，怎么又是你？请问大王最近可有看我的策论？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想当官想疯了？日日来问。大王最近忙于军务，哪有时间看你的策论？如果大王看了你的策论，赏识你，自会派人去找你。你跑到这宫门来纠缠有什么用？不，在下不是想当官，在下真的有急事。这位校尉，麻烦你通报一声。行了，我说你这策论才交上多久，就急成这样？人家交上来1年半载没回音也不急，都跟你这样，这宫门不走人了。走。不是，这位校尉，我真的有急事，麻烦你通报一下。在下苏秦，姓苏名秦，东周人。我这次……快滚！你怎么可以口吐脏字啊？我怎么口吐脏字了？我说什么了？快滚！发子，天晚了，不急在这一时，咱明日再来吧。不急，让我看完这一卷。这天一黑，小公子就闹着要找你，这会儿肯定连魁姑都劝不住了。我看完这一卷吧，这一卷是墨家驳儒家的言论，格外精彩。再过一会儿，大王就要回宫了。好了，走吧。是。姑姑，我回来了。你可算回来了。继儿呢？继儿一直哭着找你，奶娘好不容易才给哄睡了。我也是没办法。我每日去成明殿读这些策论，其实也是为继儿读的。为了将来能够帮继儿管理一方封地，学会如何开疆扩土、建功立业。等继儿长大了，会明白你这个当娘的一番苦心的。
刚才夫人说到读策论，倒是想起了木心今日说的一事。怎么了？木心出宫办事回来，见到一位姓苏的东周游士在和守门侍卫赌气，大概是他向大王投了策论，所以隔三差五的就跑到宫门外追问大王看他策论的结果，反倒被侍卫嘲弄。说来也是好笑，难道他以为大王那样悠闲，而天底下只有他一个游士在写策论吗？你不要笑话人家，保不定像他这样的人当中就有未央吴起。假若一直得不到国君重视，他会一气之下投向别国。哎，八子不正好在帮大王看策论吗？那就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到底是何事让他这般急不可耐的。当儿百日时，芈月曾送他一个金锁。下月嬴稷就满2周岁了，这块玉佩送他，应该也说得过去吧？这玉佩是王后出嫁时魏后给的陪嫁之物，为何要给芈月？住嘴！你们要是再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交房殿就留不住你们了。是芈月向大王成亲，救了咱们的性命，做人要知恩图报。出去外人面前提到芈月，更要恭恭敬敬的。王后，自从那个假和氏璧伤了芈月之后，王后也跟着受了连累。虽然后来还是还了王后的清白，但大王对王后仍旧冷了许多，1个月也来不了几次，就算来了，也是几句话一杯茶，转眼人就到西片殿去了。眼下大王的眼里只有芈月一人，长此以往，这后宫哪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王后，奴婢也是实在看不下去。王后今日赐芈月一个金钗，明日又赏她一块玉佩的，可是那芈月呢，何曾对王后感恩过？今日也不常来请安了，说什么大王让她到承明殿去研读策论。那承明殿是什么地方？王后都不能随便出入，怎么倒成了芈月的书房？王后，奴婢实在是替您感到委屈和不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争这一时长短，哪有来日天地？这些日子，我把进宫后的诸事细细地想了一遍。我是楚国的嫡公主，嫁到秦国为一国之后，但万事都不如那芈月伶俐周到。芈月能的，我不能，所以种种困顿怨不得别人。你们都起来吧。你们的心思我懂，但我的心思你们不懂。别在乎这一钗一玉的，都是身外之物。你们说，眼下是什么季节了？冬天过去了，已经开春了。冬日万物蛰居养息，眼下已是春天了。把眼睛放亮了，到处都是机会。大王，王后求见。让他进来。是。大王，王后有事吗？臣妾听说函谷关战事吃紧，大王运筹帷幄，日夜操劳，心神交瘁，臣妾十分不安，不知是否能替大王分忧。后宫千头万绪，王后已经够辛苦了，前朝之事就不用王后分心了。无论前朝后宫，眼光见地均是第一位的。臣妾过去见地不足，料理后宫捉襟见肘。听说承明殿策论堆积成山，芈月帮着翻阅分类，仍是左支右绌，臣妾愚钝，愿效犬马之劳。王后的意思是，大王珍重才学出众之女子，臣妾作为大王之妻，后宫之主，理应不耻相师，研读策论，提高学识。疏而不才，望大王御惩。王后勤奋好学，寡人自当成全。多个人手，多把力气，你与芈月共同研读策论，定能相互切磋，相倚成强。
谢大王。王后，请。珍珠，给我。妹妹，这份策论讲了一大堆诗书礼乐教的好，可又讲了一堆清静归隐、安贫乐道。这世子说他是儒家，可我看他反倒像是道家。儒学中有多个学派，我想这个世子推崇的，该是儒家中的颜氏之儒。颜氏之儒。挂上牌子，勿因之而动之，法天地之始，万物自然。甚至不得不然而为。都2个多时辰了，我也真是有点乏了。珍珠，你去给我们姐妹烹壶好茶来。是。姐姐乏了便歇一歇。这些策论读起来虽都新奇有趣，但分类却是个心细的活儿，急也急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我可就真歇歇了。父王，出何事了？大公主有难了。这次张子出使，成果赫赫。燕国和齐国答应大战期间只是袖手旁观，其他4国虽然已经出兵，但是真正抵达函谷关的只有赵、魏、韩3国。魏国是主力，以大将申差领兵；赵国派出公子可领兵，韩国则派出太子焕领兵，共计22万。楚国虽以令尹朝阳为首，但20万兵马却仍在路上。微臣派人到楚国，给晋尚和郑袖送去了重礼，让他们在楚王面前多多进言，将那朝阳召回。朝阳回朝，楚军群龙无首，只得搁置在半路上。这次张子出使，已使5国之间有了嫌隙，但3国联兵仍对秦国有很大威胁。主卿有何高见？3国联军各有所长。赵国多年与敌人部落往来，学习的是敌人的骑兵之术，所以此次赵国派出的是铁骑，而魏国出的则是名闻天下的魏武卒方阵。魏武卒身体强悍，训练有素，而且身披重甲，在战场上一般别国的士兵奈何他们不得。韩国中的则是弓箭弩机，韩国射士经常在远程射杀敌方大将，实是防不胜防。3国如果分头作战倒也罢了，联合作战，愿中晋皆有照应。不好办呐！好在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骑兵厉害，却难以施展。
铁甲再厉害也挡不住滚石雷木，射手再厉害也射不到函谷关上去。再加上三国兵马缺少统筹训练，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并经常偷营突袭，必能将其个个击垮。父王，这是司马将军虏获的韩国工匠为我们研制的新型弩机，箭头为棱形，射出去可以穿透5张牛皮。实在了得，好厉害！厉害，果然是好东西。难怪都说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这弩机除了可以大量用于函谷关之外，还可以用来对付义渠。它比弓射程远，在战车上使用更加灵活。眼下，这义渠人在公孙衍的唆使下，屡屡派出骑兵在我大秦背后作乱，搅扰边境。有了它，义渠骑兵的速度和坚固的皮甲就都会失效。可是有一事寡人不得其解：诸国陈兵函谷关，为何那燕国一开始也跟着趟浑水？自大公主嫁到燕国以后，两边一直相安无事。可这一年，不知道燕国那边出了什么状况。此次微臣出使燕国，向燕王也询问了有关义后的情形。燕王回答的支支吾吾，就连大王您的书信都要由他转交。义后和公子直的处境不妙啊！大王，何事？王后和芈八子求见，他们在列国游士的策论中发现了大公主的求救信。猛营。你们先退下吧。微臣告退。微臣告退。朱离子，你留下来。是。大王，到底怎么回事？臣妾和芈月在翻看各国游士送来的策论，结果在这个苏秦的策论中发现这封卷书，上面是大公主的笔记，不敢延误，所以来禀报大王。大胆小人！大王，怎么了？你自己看。那苏秦如今何在？已经派人去请了。在下东周世子苏秦，见过秦王。此物从何而来？为何要加裹在你的策论当中？大王如此发问，想必是知道此书信为何人所写了。单凭一封书信，或为伪造，只怕说明不了什么吧。大王可认得此玉佩否？果然是孟莹所有。自燕先王驾崩以后，太子快继位，他胆小懦弱，没有主见，国事权掌控于相国子之之手。子之野心勃勃，又心图谋燕王之位，因忌惮义后母子的存在，所以半年前将义后孟莹3岁的儿子公子直送到韩国为人质。子之还不放心，与韩王勾结，把孟莹母子幽禁于韩国都城。如今听闻燕王快欲将王位让于相国子之，倘若此事成功，义后母子必将为其所害。岂有此理！燕王昏庸，子之大胆，这是趁人之危。大王好像有心事。大公主的求救信是王后发现的，王后对此有何看法？
燕国如此对待大公主，实属无礼。大王即使出兵讨伐问罪，也是情理之中。但眼下函谷关军情紧急，牵一发而动全身，权衡利弊，不可因小失大。所以臣妾以为，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王后的意思是，先解函谷关之围，再救大公主之危。梦莹向来识大体，她若知道内情，定能体谅大王的苦衷。大王，丫头啊，依你看，寡人当派兵去接梦莹回来吗？若以国事论，的确是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问罪燕国。更何况张子刚刚游说燕国同意退出公孙衍6国联兵之术。但是什么？但若以家事论，作为父亲，要接回在困顿中的女儿，那只需一对轻骑，乔装改扮，潜入韩国，接走人就是了。听你说来，这事变得简单明了了。大王，大公主若能带着公子直回到秦国，那燕国的未来很可能就可以通过大公主和公子直操纵在大王的手中了。大王，你想，公子直也是一王嫡子，将来争夺燕王之位，他是有机会的。说得好。那大王的意思是接回梦莹？原来大王心中早有主张。丫头啊，既然是你的主意，老伯就派魏冉带一队轻装骑兵，绕过函谷关，昼伏夜出，直捣函谷都城，接回梦莹母子。你不会反对吧？魏冉的确需要更多的历练，大王不会看错人的。好，母亲，大王，传司马错明晨进宣誓殿听旨。是。王后，园子里春意正浓，花儿开得可好看了。奴婢陪您出去走走。大王派魏冉去接梦莹了。大王的心思，只有芈月能猜得透。别人就算再费心机，也比他晚上起步。王后心地纯良，哪像那个芈月工于心计。纯良二字，说来好听，实则无用。大王要的是懂他的人。来了。玉，大公主，大公主，芈月，梦莹，姑母，魏冉和侄儿他们到了吗？啊，侄儿，侄儿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大公主和小公子在离开韩国后，在接近赵国的边境遭遇追杀，与小公子不幸失散，魏冉带人去寻找了。啊，怎么会出这种事情？走，快进宫吧，快进去。姐姐，哎，小冉，姐姐，小冉，我的侄儿呢？小公子呢？臣带着义后突出重围后，再返回去寻找小公子，不料遭到强兵阻截。这才知晓劫走小公子的是赵国赵后庸的兵马。赵国？赵国人劫走了小公子。这是
怎么会扯上赵国呢？这中间的是非曲折我也不知。大公主，大公主，王阳，大公主，王阳，父王，父王，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他才3岁啊！父王，我求求你了，父王。孟莹，若是能救，寡人岂能坐视不管？看来此时赵侯雍早有预谋，他劫走侄儿，必然打的是挟持侄儿以至燕国的目的。此刻就是寡人再出兵攻赵，只怕也无法接回你的儿子。可我的儿子怎么办？我的儿子怎么办？他才3岁，父王，我的儿子。你放心，你儿子是燕国嫡公子，也是燕国王位继承人。据报，燕王哙已经打算禅让王位给相国子之，正在择吉日举行禅让仪式。而此时，赵侯雍扣着你儿子，定是为了在子之登上王位后，打着推立你儿子为燕王的名义入侵燕国。所以你的儿子是他手中的未来的燕王，赵侯雍绝不会伤害他。就算他不伤我儿，可我儿年幼，不能没有我的照顾啊！父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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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你送我去赵国。让我去赵国办几颗汽车，父王，我求求你，父王！糊涂！赵国无端劫持他人幼子，正愁着找不着借口在诸国面前为自己开脱，你却自己要送上门去。你可是为了救你，牺牲了多少大秦士兵？你说走就走，难道将国家大事、将士性命视为儿戏？几年前，为了秦国，我将我自己的一切悉数牺牲。我没有国，没有家，没有父，没有夫，我只有跟我唯一的儿子在一起，这个要求过分吗？父王，我求求你，父王，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永远都只是你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大公主，大公主，大公主！大王，大公主她……李月，寡人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也出去吧。是。继儿已经睡下了，你也早点宽衣歇息吧。我这会儿还不想睡。月啊，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葵姑，你看看大公主，我曾羡慕过大公主。她有大王的父爱，有嬴夫人那样睿智的姑母。身为嫡公主，出嫁为王后，孩儿可以继承大位。可如今，她还不如街市上一个普通妇人。这天下是男人的天下，男人争到了功业，女人则流尽了眼泪。姑姑，我不喜欢这样。可身为女子，又能怎样？我不知道，但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四方天地里，由别人来摆布我的命运。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行步。此所以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我家义后前来探望苏公子。在下苏秦参见义后。苏公子，快请起。
可否进去说话？请。敢问义后这是什么意思？苏公子是梦莹的救命恩人，请受梦莹一拜。义后不必如此，实在是折煞在下了。当日梦莹被困韩国，求守垢面，亏得公子不远千里传书相救。您身为秦公主、燕王后，沦落至韩国被人所禁，苏秦扶危救弱，义不容辞。国相子之害我母子，祸乱燕国。苏公子仁人君子，使梦莹脱离大难，大恩大德，感激不尽，自当重谢。公主把苏秦当成何人啊？苏公子救我于水火，梦莹无以为报。苏秦和义后乃是道义之交，苏秦只求惺惺相惜。现在看来，义后也不能免俗啊。苏公子洁身自好，梦莹知道，这点财物在公子眼中实在是一文不值。义后若真想谢苏秦，只把苏秦当做一个故友吧。至于这些财宝，在下不会接受。梦莹愚钝，既羞辱了公子，又羞辱了自己，还望公子见谅。哎，义后不必过分自责。在下失礼了。咦，这是什么呀？要鸟，要鸟。我喜欢鸟。今儿要小黄鸟，交给娘亲贝凯风。继儿要是忘了的话，葵婆婆帮继儿背吧。哎，会不会啊，继儿？海风自拿，吹比齐些。背得好，大王。继儿，继儿可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知道。说说看。娘亲辛苦。说得好。娘亲呢？小鸟被人抓走了，他们的娘亲找不到他们了，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小鸟的娘亲会哭吗？当然。小鸟怎么办？葵姑，带继儿去玩。来，继儿，婆婆带你玩。大王刚才的样子好高兴。函谷关传来战报，司马将军率部出击，联军不堪一击，一战而溃，斩敌3万。联军堵在我家门口快1年了，期间我们战死了1位公子，7位封臣，5万将士。今日总算缓解了联军的进攻之势，也让寡人松了口气。恭喜大王。那大王，趁着函谷关大捷，大王能否让小鸟和他的娘亲从此团聚？你是在为梦莹求情？是。既然赵国在函谷关吃了败仗，折了他们的傲气，那正是大王与他们周旋的好机会。你不知赵侯雍，列国君王中，齐王、魏王早已迟暮，楚王武断，韩王怯懦，燕王糊涂。能与寡人相比者，为赵侯雍，有极大的抱负和野心。如今，公子职已经落在他手中，将来必定会狠狠地咬燕国一口。若梦莹再落于他手里，只会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大公主曾为秦国牺牲了她的全部，
母国是他唯一的靠山，以后还会有无数的王族儿女去为秦国牺牲。大王应该有办法让他们觉得为母国牺牲无怨无悔。国家大政，顾不得儿女之情。有时候儿女之情也是国家大政。人世如棋，暂且让掉一个子，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子。大王，就算这次让些许利益给赵国，但并不等于将全盘都让给了赵国。但若是儿女对母国心死，是救不回来的。你为孟英求情，是因为你跟他感情最好？不，臣妾只是说句真心话罢了。我曾有过求告无门的时候，知道那种苦。若是每个人都在别人落难的时候袖手旁观，那就别指望他自己落难的时候会有人相助了。倘若你帮了别人，到你需要求助的时候，依旧无人帮你呢？我知道这种事情不可斤斤计较，我也并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若是一分耕耘都没有，那自然谈不上收获了。大王，寡人会派人出使赵国。多谢大王，多谢老婆。真是绝世良才，可惜啊，可惜。妹妹看到了什么好文章，竟然如此感叹？是苏秦。苏子的策论可谓辩才无碍，满腹经纶。既然如此，还不赶快举荐给大王？这只怕有些不妥。有何不妥？苏秦的策论言辞犀利，论点精辟，但他的主张其实与张子相差无几。这有什么不好吗？从策论中可见苏秦孤芳自赏，桀骜不驯，这等清高之人极易过分偏执。你可知行走列国游说君王，凭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洞察人事。朝堂之上若不知缓转，只怕很难与他人相处。可妹妹说他是个绝世良才，如此社稷之气，若落入他人手中，岂不可惜？世上难有两全其美之事。正因为苏子才华横溢，国士无双，才让我想起公孙衍弃官而去的前车之鉴。一山不容二虎，眼下秦国朝堂之上，张子深得大王重用。从策论中可窥知苏子的谋略主见与张子相似。若引荐苏子入朝，他与张子相处和睦还好，若是不和，只怕会让大王十分为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让大王自己决断吧。香儿，把苏秦的策论和其他选出的一并送到宣誓殿去。是。大王，苏秦求见。何事求见？承明殿已将苏秦的策论送来多日，他想请大王面见，一述策论。这策论可有芈月的特别推荐？那就先退回吧。是。王后，大公主，大公主脸色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派去出使赵国的甘茂大夫回来了，
甘大夫把公子直接回来了？没有。赵侯雍先是称病不见，后又百般推诿，交涉没有结果。就算如此，大王也还是会另想办法的。王后费心了。无论怎样，大公主能在韩国将求救书信托人带出，一世吉人天下，十分难得。那带信的世子更是锲而不舍，百般不易，才将大公主的书信送到大王手中。那苏秦的确是忠义之士，救我母子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恩大德，让梦莹此生无以为报。据我所知，苏秦是饱学之士，他的才华若能得到父王的赏识，留在秦国建功立业，岂不也是美事一桩？大公主说的当然不错，不过我听说，苏秦给父王上了数次策论，都石沉大海。王后是否得知原因？虽然大王让我与芈月一同研读策论，但苏子的策论从未沾过我手，都是由芈月考量。我想苏子的才华，芈月一定也看到了，定会鼎力相助，将苏子推举给大王。什么时辰了？快到4时了。快，扶我去成明殿。王后担心，王后最近得了头疼病，太医说让您少劳累，多休息。今日成明殿就不要去了吧。每日策论呈给大王，都是芈月在那儿自说自话，大王偶尔找人来研讨，眼里也都只有芈月一人。我若再不去，那成明殿可就真的成芈月一人的天下了。可王后您的身子……走吧，去成明殿。姐姐，你身子不适，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不碍事。芈月，大公主，大公主来了。王后，快来。听太医说你身子还虚着，我正打算抽功夫去看你呢，你怎么就过来了？你去看我和我来看你有何不同？况且我在宫里闲极无聊，只是一心念着我的孩儿。我若不出来跟你说说话，恐怕会愁闷死的。可外面天气那么冷，哎呀，你手冰冷。香儿，快去，好好烹一炉茶来。是。父王果真信任你，把这些重要的异国之策放到案头，由你随心所欲挑选安排。哪敢随心所欲？明明是战战兢兢，唯恐有所疏忽，有所遗漏。芈月做事一丝不苟。可否读过苏秦的策论？读过。是否也有点滴可取之处？苏秦的策论折冲尊祖，纵横捭阖，堪称大家之作。那为何苏秦的好几篇策论投入宫里都石沉大海？苏秦的策论的确很好，但与大王眼下实行的国策并无二致。你是说毫无新意？角度虽有不同，但乃是异曲同工。这是芈月的见解，还是父王的见解？芈月只是将策论的内容归总，但是否取用，全由大王定夺。这么说，父王的定夺，多少还是跟芈月的归总有些干系。大公主这么说，真是抬举芈月了。既然父王对芈月委以重任，那梦莹就不打扰了。
大公主，王后来了。她怎么会来我这儿？王后，王后，王后难得来我这儿啊。王后请坐。大公主也坐。就是过来看看你。自从大公主出嫁，我心里一直牵挂。当日只想大公主的婚事有些牵强，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挫折与困顿。梦莹不怨别人，只怨自己命不好。大公主何苦如此自怨自艾？吉人天相，说不定身边就有人能帮你呢。我是父王已嫁出去的女儿，命如草芥。大公主与芈月一直交好，在后宫，芈月深受大王宠爱。大公主心里若有难处，何不求芈月帮忙？芈月也只是后宫嫔妃，尽管父王对她宠爱，但识人用人这种大事，恐怕芈月也做不得主。大公主错了。大王一贯对芈月言听计从，芈月就算做不了全部，也能做一半的主。大公主应该知道，张子张相在朝中的地位无人能比。父王爱惜张子的才华，张子有才不假，但若无芈月，他怎可能在朝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既然芈月能帮得了张子，就能帮得了苏子。张子与芈月的情分与他人不同，张子曾对芈月有恩，芈月知恩图报也不为过。所以芈月不愿有人在朝中与张子并肩，互争短长，也是情理之中。这小衣裳好讨喜呀，是大公主为公子侄做的。我日日除了思念孩儿，还能有何事可做？给他做一些衣裳，一点点裁剪，一点点缝纫，就像一点点摸着他的小身子。公子侄真是有福气，我可从没给当儿做过这么多的衣裳。这个是给大王做的。父王挑剔，这香囊我还不知送不送得出去。做得真精致。大公主向来心高气傲，今日看她的模样，却可怜得很。我原本只是猜测，今日之事真是巧中带巧，一下子看破了她的心思。大公主的心思吗？心高气傲的人，越是容易显露自己的心思。她是对那个落魄世子情有独钟。王后说的是哪个世子啊？当然是东周那个苏秦了。苏先生，苏先生，这壶中没有水了，去给我打水。哎，你已经欠了2个月的房钱了，而且这个月用的竹简钱都还没给，要不您想办法把这钱先给结了。别翻那个箱子了，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值钱的早都抵出去了。这些拿去卖了吧。苏先生，这可是您费尽心血熬夜写出来的策论呐，
这些策论若有用时，价值万金；若无用时，他一文不值。现在他已经没有用了，拿去都卖了吧。实话告诉您吧，这写过字的竹简呢，也值不了几个钱。那你说，这个房间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先生，这黑胶球不是挺值钱的吗？好眼光，也就它还能值几个钱。但眼下天渐凉了，我也就这一件可以御寒的衣服。先生先想拿过了眼前，再想明日的冷暖吧。啊，要不我马上送去典当了。哎，拿走拿走，别再来烦我。哎。大公主，奴婢听说苏秦要离开咸阳了，怎么回事？我也是刚刚听说此事，赶紧跑来告诉您。快去给我备车，我要去见苏秦。可您的身子，我身子怎么样，自己心里最清楚。快去！是。来人，给我更衣。好皮子，那呆子哪里识货？说是当了，他就信了。他已穷困潦倒，哪还顾得了这么多呀？你看来了，见过贵人。苏公子呢？走了。去哪儿了？哦，回乡了。午后出的门，说是要去东门搭乘韩国的货车。如果贵人此刻赶去，可能还来得及。货车啊？苏公子怎会搭货车？这件裘皮明明是苏公子的，为何在你身上？苏公子数次上策论不得回音，散尽金钱，因此决意还乡。小的可怜他落魄，原本替他垫付了几个月的房钱饭钱，但苏公子清高，非要将这件裘皮抵押给我，在下难以推辞。是吗？是。那为何苏公子走得如此匆忙？好像是有事儿，可能家里有事儿。住口！肯定是你们敲诈盘剥，苦口相逼。冤枉啊！冤枉啊！贵人，冤枉啊！如果贵人能赶得上，请将这件裘皮转交给公子。孟仙难道如此不堪？先生不辞而别，我赶来送行，你竟然不愿下车？下车！你给我下车！先生，你下车吧，免得这位女子大开杀戒。你还是下车吧。请松手！如此行事，有损您的名声。我不松手，怕你走了。我不走，即使我想走，车夫也不敢走。是我梦萦，求你千里传书，并承诺，若你有才华，
定会得到我父王重用。没想到来时气宇轩昂，去时就医避旅。先生，是我害了你。苏秦学识不足，不得赏用，客居在外，盘缠用尽，与你无干。为何你不肯接受我的金帛？男儿膝下有黄金，就算苏秦穷困潦倒，也不想错言无地。先生何苦这般为难自己？你是秦国公主，燕国王后，该顾及你的名节身份，还有你的孩儿。先生诧异，梦莹无国无父，连唯一的孩子都被赵国劫去了。我已一无所有，还讲什么身份名节？怎么了？你母子不是一起回到秦国的吗？我们离开韩国时，遭到赵人伏击，我的孩儿被赵国劫去了。那你父王没有派人去救吗？赵侯雍劫去我孩儿，打的就是劫持嫡公子，以谋取燕国王位的意图。就算秦国大军攻入赵国，都未必能夺回我孩儿。以后你受苦了。梦莹认命了，先生不必怜悯。唉，罢了。先生若有高见，还请赐教。在我看来，此事并不难办。先生若有办法，何不跟我一同回宫面见父王？不了，我数次上策论，你父王不屑一见，我又何必再自讨没趣？我随口一说，你父王愿不愿意采用，悉听尊便。先生请讲。燕国君臣意味逆天为人，不但国内动荡，更会引起诸侯不安。赵侯雍扣押了公子职，必是为了等候燕国内乱，他好乘机以拥立公子职为借口入侵燕国。但眼下，赵国军队还拖在函谷关，不能两面作战，想要一箭双雕，既解夫人之难，又解秦国之围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寻机挑起燕国的战乱，再以此迫使赵国不得不放弃与秦国为敌的策略，共同拥立公子职继位为燕王。那如何才能挑起燕国内乱？齐国。齐国？对。赵国有燕王哙之弟公子职，而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却在齐国为质。燕王哙打算让位于子之，可太子平却因此失去王位，岂有不恨之理？诸国联兵攻秦，而齐国这次却没有加入。我猜他们必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只要在太子平身边挑起事端，齐国必将卷入燕国之乱，由此，赵秦两国便可出手了。先生果然是旷世奇才，为何无人肯做伯乐石马，却使得明珠暗投？苏秦也认命了。帝后，愿你母子团圆，平安回到燕国，执掌一国。你我萍水相逢，有缘一回，今日告别，各自东西。先生请留步。苏秦已经烧了为秦王所写的全部策论，就此辞别咸阳，不会再回来了。等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望先生的这件貂裘能带给先生梦莹给不了的温暖。先生，好生保重。
为何不留下他？既然先生去意已决，我当敬重他的抉择。王后，好了，今日就练到这儿吧。什么事？苏秦已经离开咸阳了，大公主去追也没追上。苏秦能否追回来，全在大公主；能否留下来，却在大王了。此刻，大公主已经去了宣誓殿找大王，想必是想让大王把苏秦再给追回来。父王，如此一来，诸国困秦之局可转化为列国困燕之局，秦赵两国更可借鹬蚌相争，成为最后的渔翁。这全是苏秦想出来的。是啊，父王认为是否可行？类似的谋略，张仪也提过。看来苏秦的确有才。的确如此。大王，王后来了。让她进来。是。孟莹，你先回宫歇息，我会派人速速追回苏秦，并和众臣商议此事，争取让齐王早日发兵燕国。谢父王，孩儿告退。臣妾拜见大王。穆坚在。去把雍瑞给我召来。是。且慢，大王，可是要雍瑞追回那已经在回国路上的苏秦？不错。此事应在斟酌。为何？大王要使人追回苏秦，是因为大王看中了苏秦的才华。正是。可苏秦的才华与张子相比，孰高孰低？伯仲之间。那张子与公孙衍相比呢？难分优劣。正是因为苏秦才华横溢，国士无双，才让臣妾想到公孙衍弃官而去的前车之鉴。一山不能藏两虎，苏秦性情孤傲，与人交往不知缓转。眼下秦国朝堂上，张子深得大王重用，臣妾在策论中窥知，苏秦的谋略主见与张子相似。苏秦入朝，倘若与张子和睦还好，若是不和，会让大王十分为难。王后接着说。苏秦的策论词语犀利，论点精辟，但他的主张并无新意。大王若追回苏秦，却失了张子，会使得政务动荡，让国人不知所措。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用人不定，政令反复。寡人一用了张仪，就不能再用苏秦。王后说得对，此事作罢。王后昔日与张仪嫌隙很深，为何今日来为她说话？国家大计，远胜于个人好恶。好，王后很好。大王谬赞，臣妾只是想尽微薄之力，为大王分忧。王后祸目开金，达人大官，寡人从此要对王后另眼相看。舒儿过去散逸懈怠，全是舒儿的不是。我得舒儿，如周武王得一江，楚庄王得樊姬也。大王，臣妾哪比得上一江、樊姬那样的贤后？为女子者，困于闺中，眼界小，格局小，气量小，那是天生性情，也是后天所致。古往今来，很少有女子能够出类拔萃，卓绝群伦。寡人若能遇到一二，都是珍宝。大王，臣妾日日心系秦国与大王，只要秦国昌盛，大王欢喜，臣妾死而无憾。
对了，光顾着说话了。天凉了，臣妾为大王熬制了川贝秋梨膏，让大王尝一尝。好，拿来给寡人尝尝。若是觉得不错，臣妾再为您做。好。大王已经知道了王后的好处，从此会更加好好珍惜王后和公子道。这只是开始。不过记住，千万不可在外面提起今日之事。为何？大王都说王后出类拔萃，于秦国有功呢。这功还是记在芈月头上吧。王后，你想，本来大王想派人请苏秦回咸阳，但却被人极力阻止。对呀，应当是芈月坏了大公主的好事。怎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是说好要派人追回苏公子吗？算我看错了他。公主知道这中间的缘由，在后宫之中，能让我父王改变主意的还会有谁？难道是芈月？除了她，我想不出第二人。议后，芈八子求见。不见，就是我身子不舒服。是。大公主平日就算身子不好，也从不会如此回绝夫人。除了身子不好，大约心情也不好。大公主好可怜，夫人该帮帮她。我想帮她，只是眼下不知如何才能帮到她。自上次司马将军大胜后，双方战事一直僵着。如果等齐国发兵，再解函谷关之围，不知拖到何日。近日，我军进行了休整，又增添了粮草兵卒。臣建议，趁天气转暖，把兵马可以分成2支，一支重兵对付函谷关下的联军。开战后，先是猛攻，然后佯败，将联军诱至休于这个地方。此处是设伏的绝佳地。让司马错率另一支重兵等在此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休于好好招待他们。大王，魏军重甲直戈佩剑，我们新研制的大批弩机正好用来对付魏军的重甲。至于韩国的弩机阵仗，魏国的重甲兵卒是弩机阵仗的守护，攻破了魏国的重甲，兵马可以从侧面进攻，使得弩机阵仗成囊中之卵，一击即破。前阵子我让乐女们排演了几曲楚乐，听着还算雅致。今日正好立春，请姐妹们来交房殿清真浅酌，共享行云流水。姐妹们，我昨日就差你去请大公主，为何大公主没来？婢子去了2趟，可大公主身边的人说，大公主身子不适，不来了。月妹妹，你与大公主一向热络，不知梦莹的身子是否要紧？我去探望过几次，但大公主一直不肯见人。大公主一定在与人怄气呢。她是大公主，她那身份容得下与人怄气。怎么，是芈月阻拦大王迎苏秦回咸阳的吗？宫里都是这么传的。芈月与梦莹情同姐妹，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说是为了张仪。几位姐妹聊得好热闹，能否说出来让我也听听？王后，大公主病得蹊跷，依臣妾看，还是得请一位靠得住的太医去诊诊脉才好。妹妹提醒的是，珍珠，奴婢在。你去找太医令，让他派个好点的太医，
专门照料梦莹，好好调理她的身子。是，奴婢这就去办。月妹妹，干一杯，为了你我的姐妹情谊。公元前317年，秦前左庶长初利基率军出函谷关，反击韩赵魏3国联军，于修余大败联兵，斩敌8万多，俘获魏国大将申差和赵国公子可，韩国太子焕战死。函谷关之战是战国时期最后一次诸侯合纵攻秦之战，从此6国再也无法抵御秦国的兼并。今儿饿不饿呀？要去多吃一点，好不好？好。继儿，大王，大王，大王。继儿又长高了。对。大王今日这么早就下朝了？今日大朝没什么事，只是谈论了一下此次大捷的封赏。我已下令将修余之战的捷报传谕全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势力日强，6国一直想联手将秦国打压下去。这一战之后，恐怕他们再也不敢小觑我大秦了。诸国战败，只得给大秦割地赔偿。张子这次出使列国，定会风光得很。大王，是否让张子出使，先去赵国？我知道，你这是为大公主计。哎，好香的饭食啊！寡人在这里用晚膳。大王好口福，今日做了白果炖老鸭，鸭肉性凉，大补虚劳。今儿和大王一样，喜欢吃鸭子。这次修余之战，你弟弟魏冉和公子华都立了大功。真的？那要给弟弟和公子华封赏了。司马错在奏章上将魏冉好一顿夸奖，说修余之战，魏冉提供了绝佳的伏击点，并领军以5000人挡住了好几万韩魏联兵，为楚离子的追兵到来赢得了时间。太好了，魏冉没有给你和寡人丢脸。月儿，该感谢司马错将军调教有方。小冉从军时还是个孩子，他在军中长大，向骁勇善战的将士学了一身本事，那是他的幸事，也是他够努力有天分。这么多军中勇士，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唯独是他立下大功，证明他才干出众。寡人准备好好赏赐于他。那大王打算赏他什么？司马错上表说，请封他为君侯，赐大夫爵。寡人却拟封他为皮将军，赐攻城爵。月儿多谢大王。小丫头，此次为何不谦让了？当仁不让。倘若大王因为宠爱我而赏他，或者是他绝不抵攻，那才需要谦让。如今大王赏赐他，是因为魏冉自己立下的军功，我何必替他谦让？好一个当仁不让！更何况，大王欲提拔军中青年将领，以替代世袭军将以及老军头，月儿深以为然。眼下前门收拾了猛虎，后门该教训恶狼了。寡人腾出手来，打算关照一下搅扰我大秦多日的一群人。那大王打算让谁去？我知道了，定是那个刚刚被封了皮将军、赐攻城爵之人。大王放心，魏冉定会知恩图报，再立新功。知寡人者，
芈月也。